今日帶大家嚟到大圍美城苑361尺單位，全屋採用木系設計。我哋睇下門口玄關位置，設有大量儲物空間、鞋櫃同展示櫃。特別嘅地方在於佢收埋咗一個台，唔用嘅時候摺埋，可以節省空間，視覺上達到整潔嘅效果。嚟到主人房，配有基本嘅化妝台、地台床同衣櫃，營造出雅致美感。到小朋友房，同樣地安裝咗地台床同衣櫃，另外加設咗一張推拉式嘅書台，唔用嘅時候摺埋，美觀而不失實用。廚房方面，採用咗半開放式嘅設計，門口安裝咗一道半透明嘅磨砂黑玻璃門，配有基本嘅電磁爐同櫥櫃。更加入面嘅地方係一個陽台，入面放咗洗衣機同洗碗機。到咗洗手間，門口採用咗一道 PD 門，入面安裝咗一個智能鏡櫃、洗手盤同一道3聯動嘅黑色浴屏。想裝修即刻 WhatsApp 聯絡我哋，或者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哋係適度裝修設計，為你嘅貼心設計。